家己民雄伫咧旧历7月拢会举办大树野祭，各庄头拢会举办普渡办桌。不过即马是已经愈来愈少啊，所以在地相关发展协会今年就甲普渡办桌结合在地表演团体，希望会当吸引民众来了解大树野祭文化。无同款的。比如讲，咱歌戏内底角色吼有4大角色，嘿，吼。小生、小段，小段，吼小抽啊。伫台顶向民众来紹介歌戏的文化，家己阮民雄相款發展協會配合大樹野祭，舉辦普渡辦桌的活動，阮也準備食的物件，佮邀請在地文化團體紹介大樹野祭故事甲文化。較早吼，伫台灣吼，漳州兩島吼，師兄真濟啦吼。較早普渡是為着一個度化者啊，即師兄者冤魂祭祖。吼，但是即马普渡無共啊吼，即普渡一種啊對神的敬意啦吼，啊嘛是種文化的傳承。人人绣花紅，當朝氣球開，三生坐下共。除了紹介大樹野祭廟口文化，佮透過辦桌的機會，互民眾來體驗歌戲的扮身。民雄相關發展協會表示，借着一年一屆的大樹野祭，互豆豆啊無記的普渡辦桌文化，會當互民眾有無共的體驗。來到我希望來到這食飯吼，不只是食飯爾吼，食辦桌爾。吃到這個山海之後，我們還可以了解我們民雄的文化，然後包括咱傳統的版仙的藝術哦。即我來這第5檔啊嘛，啊進前2檔攏有這熟識朋友啊，伊攏有大家講，普渡時陣是安怎啊，啊大市啊，這是安怎呢？啊，就定定喺同工咧講啊，就知影就走來耍安尼。相關發展協會表示，較早的辦桌是民俗，即馬辦的是文化活動，除了是希望讓少年人更加熟悉民雄的傳統，嘛會當透過體驗的過程，增加對文化的認同甲印象。記者林慧婷，家己報道。